首先，非常谢谢富安基金会有感真侪身心障碍者以及行动不便者外出交通无方便，特别捐赠一台富康巴士予台南市政府。527天伫市府2楼广场举办捐赠仪式，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出席，代表市民收下这份大礼，并回赠感谢状，感谢富安基金会热心贡献。好的，接着呢，就由市长代表台南市回赠感谢状。每天富康巴士出勤的这个次数也一直在增加因为由于台南市就比较幅员比较辽阔所以说需要这样子的富康巴士来协助我们民众来这个就医，或是到安养的机构，或者是这个做一些他们想要特别需要到医院拿药或者怎样，所以我们很谢谢富癌基金会能够这个发挥爱心，让这个暖暖的东阳照到台南。有幸承蒙黄市长、黄董事长、柯董的引荐，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贡献一点点的心力，在此非常的感谢大家。台南市目前的身心障碍者人数大约是99000多人，富康巴士去年的总服务量为527000多人次，显示出富康巴士对着行动不便者的重要。而目前全市共有146台小型的富康巴士，以及1台中型的。这些车辆大多拢是民间团体，也就是个人捐赠。市府相当感谢社会各界的帮忙，共同为心脏服务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